弟兄姐妹平安，周间信息题目：神的粽子。圣经罗马书罗马Sakafang lu atfang malu kusafau tangasai siwa kusafau atusir。我想现在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Hara tengah kui una pakas ita anini seai ku papa sasutirian atau ya mama arau ita akhir nu kawas tu nika talama aningra。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粽子显出来。Hinatala ku ma sanga ai mama antu sabi pa tarah kalau lu kawastu w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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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gra pahapinang。什么是神的粽子？就是我们。神的粽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神的粽子乃是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荣耀的人。神的粽子乃是站在因信称义的地位上，竭力追求神荣耀的同在，被神的荣耀充满，被神的荣耀占有，被神的荣耀管理，得着神荣耀的同在，丰丰富富的人。当主再来时，要蒙主夸赞，得着荣耀的身体，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身体得赎。神的粽子乃是与耶稣的荣耀模样相似的人。罗马书说，因为他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榜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Nauhani uya nili ayawan no kawas mi pilih tamsawi di ayawan ningra mi ciset tu mami ringi tu wawa ningra ta sakaka ai wawa ji yes i aruma nai sarikaka。提到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意思是被塑造成神儿子的模样。就像做饼干，用同一个模子印在面团上，烤出来的饼干与模子的形状一模一样。神的粽子乃是那些与耶稣一模一样的人。饼干需要适度的火候才会成型，神的粽子也必须在今世经历至战至轻的苦楚，好让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成就在他们身上。在这磨塑的过程里，败坏的成分被烧掉，神荣耀的性情会更多成型在神的粽子里面。而神应许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可以被神磨成儿子的形状，荣上加荣。圣灵也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爱神的人祷告，直到神的旨意完完全全成就在爱神的人身上。所以我们被放进火炉烧烤时，不要抱怨，要学习在圣灵里祷告，因为圣灵按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祷。有个姐妹，她动了一个小手术，结果却导致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手术后不但痛了好多天，还有其他一些很不舒服的症状。她从此以后对生病的人更有同情心，也懂得常常为他们祷告。此外，她还发现手术之前
自己的某些抱怨很愚昧。躺在病床上时，他只希望疼痛和不舒服的症状赶快过去，其他的都不重要，也不值得抱怨。他说，许多时候我所抱怨的跟目前所有的状况一比就没什么大不了。那段病痛的日子预备了他的心，使他往后境遇顺遂时更懂得感恩，也更有怜悯之心。他已经学会当碰到真的很不喜欢的事情时，就祷告说，神啊，虽然我不喜欢这件事，但想必是我需要的，我也相信到头来必定使我得益处。纵使现在不觉得舒服，但我相信这件事必将符合你对我一生的计划，使我能成为神的种子。要谨守感恩的心，相信神要叫你得荣耀，他要扩充你渴慕的度量，忍耐的度量，也要教导你以合神心意。正确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处境，并帮助你灵命成长茁壮，结满圣灵的果子。神不只希望我们蒙福，还希望我们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有主的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性情。无论你的处境看起来有多糟糕，神都爱你。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千万别放弃，神爱你。这个真理，神一定会使万事互相效力，使你得益处。因为神爱你，他一直想办法把你磨成神儿子的模样。而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用感谢的心接受磨练，才会被磨塑成神的儿子。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但是圣灵亲自用无可言喻的叹息替我们祈求，将自己全然交在神的手中，是最稳妥的。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